你们随时想见就能见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现在若是想看阿谀一眼，都必须和天将血战一场，再也不能想见就能见了。我喝了茶，有点想去方便一下。好的。我先去了，阁主。这样真的有用吗？我感觉心跳有点快，但是他好像在躲我。阁主的那种眼神，为什么会让我心狂跳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我说，我想让青青入宫陪阿谀。他该陪的是我，不是你家阿谀。我的意思是，青青如今好不容易可以轻松坐下来与我品茗聊天，你现在让她入宫，那我们以后……你别总是一副你们都见不着面的样子。青青法力被封已久，跟凡人没什么区别，她可以自由地进出王殿。你，罗峰阁的阁主，驻守王殿的天将根本就不会拦你，你们随时想见就能见。唉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现在若是想看阿谀一眼，都必须和天将血战一场，再也不能想见就能见了。所以我才会向你提出这个请求，想让青青入宫帮我照顾阿谀，这样我和阿谀才不至于断了线。好吧，就随你的意。趁还没入宫前，去看看他吧。你是让我去见阿谀？